講埋呢個咩日本之旅咧，最後啊有一日咧就俾我哋自己 free 咁樣行嘅。咁啊嗰日咧就選擇咗去池袋。以往咧我就通常都去老抽啦。因為我都大話去咗好多次啦，喺2025年，咁啊想試下其他地方少少，都係市區，因為池袋就好少行嘅。之後行下發現，屌我想睇嘅嘢都冇乜得睇喎，喺池袋我唔熟架步啦，又冇咩 figure 睇，又冇行膠睇，有啲扭蛋咁樣啦。之後想去咩 Army 又麻麻地喎，又衫又冇乜得睇咁樣，搞咗成個零兩個鐘咧都冇乜 feel。之後咧我就 DM 神父啦，我就我今日咧都冇乜時間啊，我去邊度有啲咩 figure 賣啊咁樣，跟住咧機械神父就話我唔熟喎，我就係知道池袋有個咩 EVA 嘅區域咁樣啦，我幫你揾下啦咁樣。跟住咧我同佢講話，咁你幫我揾下啦。咁之後機械神父同我講話，你想睇咩 figure 先咁樣佢又好似好心咁樣問我啦。我話都係啲正氣啦，但係如果有鹹膠嘅都可以嘅咁樣。屌你池袋真係冇乜嘢搞。跟住我就上咗去咩 EVA 區啊，又成咁樣咧，都好撚細，都冇乜嘢好睇㗎啦。咁正當咧我喺 JR 附近咧諗住咧去新宿離開池袋啦，屌你，因為時間無多啊嘛。屌我發覺池袋冇嘢行啦，撲街，索性就諗住搭去第二度，已經差唔多去到入閘去啦。我見到神父 DM 我，佢話喂，幫你揾咗個地方啊。跟住我話喂，我去完 EVA Store 好細啊，唔好留喺 EVA Store 啦，冇嘢睇嘅。嚟啊，去依間啦。咁send 咗條 link 出嚟，就係叫虎之穴咁樣，話咩過去睇鹹膠啦咁樣。咁我都幾遠下，我要行翻轉頭啊！屌你，差唔多成10分鐘左右嘅距離咯。咁折返啦，屌行翻去咩虎之穴，哇勁撚難揾嗰度，樓上鋪嚟嘅，仲要係黐孖筋，真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好難揾嗰間鋪呢。嗰個門口啊係嗰啲商廈咁樣啊，跟住你入到去呢，你就要撳 lift 啦咁樣，跟住呢，我一入到 lift 呢，已經心知不妙啦，屌成格 lift 都係女嘅，已經係聞到陣除噶啦。去到虎之穴啦，一開門漫畫店咁樣嘅，行入咗2步啦，哇！成間鋪都是女，咁我望下係睇咩啦？屌你！一嚟見到哇 BL 區，即係已經係嗰啲你熟悉嘅男角色同你個熟悉嘅男角色呢，就已經係攬埋一嚿嗰啲啦。跟住行多幾步啦，跟住見到有對波喎，即係係真係女人波乳房咁大嘅波啦。跟住望清咗啲，個樣咧係男人樣嚟噶，屌你，已經嚇到鳩都縮鳩埋啦，勁撚核突啦，已經覺得嗰啲畫風已經係誇到難以接受。然後我喺度望下成間鋪嘅四周啦，有冇男人呢？屌你有喎，有男人喎。之後我哇咦嗰邊有男人喺度及緊嗰啲書嗰啲啊，我心諗應該可能會唔會有 H 漫啊嗰啲啦咁樣。咁我行過去嗰個男人附近及下去望乜啦？屌你，佢都係及緊啲 BL 嘅，屌成間鋪。BL 真係有幾個男士係睇 BL 本子鹹嗰啲走夾唔唞啊！屌你機械神父，撲你個街，勁撚戇鳩啊！仲要再三提醒我，本身都冇諗住去咩虎之穴噶啦，屌你個閪！我已經係臨近上車料噶啦，已經本身就係諗住離開池袋，發覺冇乜嘢睇，撲你個街，再三提醒，唔好搞咁多啦，去虎之穴睇下鹹膠啦咁樣。點解同我去嗰間虎之穴有所不同？唔係真事啊嘛，我冇理由去錯，佢俾埋個地址，我一定跟足神父嗰個啊，就算係佢有幾個咩虎之穴都好。咩虎之穴好嘢？講真。佢俾嗰個地址呢，我就一定冇去錯噶啦，不排除有其他咩虎之穴係咩好東西，我去錯入錯穴啊！好多女優有鹹膠嘅，不過係 B 好鹹膠。而家 Google 下，唔敢 Google 喎，驚你陰臭啊！定係第2個穴啊？唔撚係嗰個穴啊！事後收到風呢。池袋啊，唔係俾仔行嘅，即係可能就算係有虎之穴都好呢，成個池袋整體呢係女性向多啲嘅，即係所有鋪頭都係嘅，即係可能嗰個虎之穴呢係即係有括弧女咯，已成陰影啊！你知唔知嗰幅
男人有波圖呢？波圖馬賽對波圖啊！而家我們的時代店已於2021年2月17號重新開業，身為一間大型女性向商店，我們擁有豐富的 BL 作品，從商業雜誌到同人誌都應有盡有。如果你發現新的作品，歡迎光臨。屌你睇下，屌佢老母機械神父。跟住呢，我去完啦，我3個字差唔多10分鐘行到去，再加俾佢嚇到鳩都縮埋落翻嚟，已經係冇時間啦。我已經係接近要離開日本。屌你，我成個日本之旅就係差撚到嘔，最尾仲要俾神父咁樣陰一陰臭，標我尾糊。本身喺日本嗰個體驗已經唔係太理想，我寧願喺烏蘭巴托翻到嚟，仲要呢有一下陰上陰啊！因為由於我趕咗去虎之穴啦，咁我要趕翻去池袋JR 站集合噶嘛，其他手足已經到咗場啦，床哥啊佢哋已經米師傅啊、梁師傅啊、比叔已經到咗啦。咁咧有啲手足咧就已經係經過池袋站啊，見到佢哋喎，即係咧就影咗張相，放咗上 Thread 啦，跟住咧有人留言咧就話咩冇我啊。要不是神父，我本身就準時翻到去啊！我仲要因為去咗虎之穴，跟住話係噶，因為嗰條友唔係人人都影噶，你影到其他係啱噶啦！屌你老母機械神父，呢個就係嗰個日本最不理想體驗啊！神父係咪西城東北已經俾神父係陰咗無數次啦？屌佢老母！